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嘅研究，第40哈。主题係親情。呢度裡有13出戲，30條歌曲啊。課文也係一詩一語對照錄音，第32篇哈。提供各位鄉親大家來知道客家白話文係怎樣嚟講，了解以後呢，咱要知道講啊，客家白話語文嘅程度、準確度同發度安尼哈。同時一個文字呢，曉得講就要曉得寫，怎有辦法來提升咱客家嘅語文嘅水準嘅功力啊。後來我哋講一個課文嚇，課文。一個戲中人有澎湃嘅父親、母親、阿珍、秋蓮、車妹等6個人哈。一個澎湃，在鄉下有一對老夫妻啊，中嘅有一個奶嘅，名喊阿珍，生生鏘鏘，本佢去美國讀書留學。有一日早上頭打電話進來，爺爸就接到我，喂，乜嘢啊？乜嘢啊？阿珍就講阿爸，我係阿珍啊。爺爸佢講唔叻下，在哪呀？阿珍講我叻下在美國嘅紐約州啦。阿妹講嚇，老喂。阿珍打電話係嘛？來，我來接。爺爸就講啊，人都唔請講好，要安詳見啊。阿珍講啊，媽，身體有個好冇？爺妹就講好啊，唔過佢腳有時就多少會痛。冇乜嘅相關啦，我要去學唱山歌，喎。阿珍，我唱一條本堂好嘛？父親就講啊，老姐，佢係國際天花呢，冇人在國際天花中唱山歌嘅啦。母親就開始唱了。當呀得來思念，真思念，唱啊下，也包括老姐，天花愛錢呢？國際天花當貴啊！我嗌講，人家唔請唱hết，要唱安靜咯。喂，阿珍，也未學到2句。2句嘅山歌就唱唔hết，在屋卡是一夜唱到暗不頭唱，水木架唱，細聲那唱，不夢那唱，也在佢唱。阿珍啊，阿爸，阿妹有個精神唱歌舞樂真好。我親贊成唔但呢唱山歌，阿珍就講啊，阿珍最近也學業樣板啊，也把就安尼問，初半夜考試考hết咧，也下過限，我想天公人愛同秋蓮，窮下轉台灣。他有時喺暗晡頭10點就會到桃園中正機場。父親就講啊，家我交代隔壁司機場查嘅阿良去機場接好嘛？阿珍講啊，爸，唔是啦，等在屋企等我就好嘅啦。一個好啦。假如
有乜計劃？電轉台灣爭來講，真講好，再見。來請看第20戲中人還是一樣哈，澎湃。兩路嘅聽到來嘅天花，講天公嘅會轉來，真係歡喜。尤其係老人家幾廿年冇看到來嘅阿珍呢，真係心中急到天意走神，一行長就最別行嘅時鐘。目前就講路誒，曇花要曇茶冇，現下10點鐘嘅呢，讓阿珍同家姑娘還冇到烏卡諾，有父親就講唔會錯，冇唔錯，係10點嘛，我就唔冇看，現下係10點鐘嘅呢，11點就會到位呢，也個老姐，要拉緊張哦。現下係早晨頭10點，人家阿珍兩公婆，按部頭為10點人會到哪？人會到話，目前就講萬人喊唔講清楚意思嘅，講個清楚話咧，父親就講就係講道理嘅蛤蟆喂。唔是出坑嘅，事情所以唔對。我講過冇咯，咁啲美國嘅時間同台灣嘅時間有乜嘅冇相同下？父親就講美國是20頭，台灣就係暗部頭，從來嘅阿珍。去迄個地方，美國早晨頭10點，就係台灣暗部頭嘅10點嘛。唔用為啲咯，愛看新聞人為啲嘅，愛是唔是事啊？唔是事，也愛來問人啊。原來時間係多變，可以緊張一下。父親就講就係按度頭一擺做家娘，也咪就講下句話係啲，喊做必擦。父親都講地球好誒，來看下一些。一個戲中人一樣，一個澎湃開始，兩路嘅味道、味覺，來嘅心口對美國轉來，就像隔壁鄰舍、親戚朋友大家嚟同啲，本大家嚟分享一定嘅有一個來嘅喺美國留學轉來嘅講用。對這從早晨頭期待到暗部頭10點鐘，還唔曾看到來嘅心口轉來，也出定到夜嘅，兩公婆也個相當甜嘅。做阿爸伊講老姐，唔先去睡，挨來等。做母親講，挨上一天係5天花。睇冇清楚，父親就講我有咩議論哩，讓我冇睇清楚啊！唔知為延期冇，父親講冇聽錯，唔知為現在我而家希望，母親就講伊兩公婆也係新呢新婚新心口。歸來時應該要先轉來見家娘
加干，酿做的鲜气真爱干哦。父亲就讲哦，老姐，现下是乜嘅时代嘅啊？母亲就讲，唔咩爱计较，也系规矩，叩门声。一天呢，阿珍过来，挨来开门。阿珍就讲，妈妈，阿爸，挨等转来。秋莲就讲啊，妈妈，父亲就讲啊，入来。父亲讲啊，母亲就讲啊，阿珍，东西不用躺下来。阿珍就连讲，就喊阿爸，父亲啊，转来就好诶啦，妈妈就讲啊，过切，阿珍就讲啊，妈妈，过切话呢，爱讲系娘诶呀。阿妹就讲好青岛诶，阿珍，咩讲10点就转到台湾哈？阿珍就讲系啊，你阿个化妆，系啊。出海关手续怪麻烦，蛮多呀。秋莲就拿出化妆品同我，妈妈，一个化妆品保养皮肤真好，拿起来。阿珍又讲我要买有一只苏白话，喺美国目前最流行嘅，係愛送本阿爸喂。阿爸都讲拿到嘢苏白话度，一只苏白话系有太房，一天系该贵嘅。秋莲就讲啊，唔会清贵啦。阿珍讲啊，我秋莲唔顶两路人家，欢喜买嘅电路做电路。常买一些东西表示心意，阿咪讲，你都真好诶，好，我要使用当家嘅天光日，我查一个化妆品来去3个班冲3个，老姐就讲，老姐，欢迎家人就按爱讲。阿珍讲啊，阿妹讲，迄阿爸唔有面子啊。父亲讲啊，美国转来坐飞机一天系当天诶。秋莲讲啊，爸爸，我哋唔会忝。做母亲就讲啊，我同阿爸日盼夜盼，见本日总算平安转来。见家两公婆可以同阿人同嘅阿爸一家人穷下吃咧。秋莲讲，妈妈讲唔出话。阿珍讲，阿人有样又讲唔出话。父亲老姐人家安然能转来，忝诶。等一等休息啦。做母亲那个阿珍带秋莲去房间休息。好，我来参观第40。迄种人完全相同哈，一个澎湃。两路等到来诶，心球对美国转来，欢喜到最合唔笑，大早就去市场买。好食的东西，山珍海味在厨房炖补、炖鸡嘅，准备到一种做，澎湃，煮啊慢慢。做父亲那个老姐，一种做到表唔落嘅呢，老姐这个老诶，唔识含义的两公婆出来吃饭，
爱再来炒一样，猪油的炒麻油，也用菜是阿珍最好食的呀。父亲就讲啊，煮一时来就好，煮很多是唔合大众的啦。母亲就讲爱啲，爱啲啦。哦，父亲讲阿珍，秋莲，出来吃饭。秋莲就讲哦，妈妈，唔是啦，我家这片煮好诶。越好诶，越好食诶，等我认真去吃饭。做阿妹就讲，乜嘅啊？掠下就一整我家去哦，唔定見本日正熱門，真來嘅頭一年，錯唔得，一天愛總得。总的，一天28位人走，还有5等天公人，去拜阿公婆哦。阿珍讲好，好啦，妈妈，我请求无食唔煮的菜耶，秋莲来吃饭。秋莲就讲阿珍有话讲唔出来，好，我来请看题。还是第50，其中一样澎湃。阿妹写字，留来的心口吃饭，心口情不言，情不言就唔出声。真是你房间都里，将房间都里的东西丢到体内。阿珍是冇办文饭，也冇食到伊最爱食的猪油的炒麻油。唐到这位在房间里发脾气，入到房间来，阿珍就讲：秋莲，我等在美国讲好话，我转来迄个样板先啦，唔有发脾气的喏。也是东西，唔欢喜，以后买个新呢就好诶嘛。秋莲讲，一开始我就反对转来迄咧，迄求我诶，我能勉强答应。当初我冇讲，唔负卡安穷苦。人希望变相天使也无，也给有个就像人呢叫到一样。阿珍讲，爱弟，也拜转来委屈我，慢慢来，唔会适应也个环境呢。一旦两位老人家归水火。慢慢呢，唔会发现一个家庭系quite幸福嘅。秋莲讲幸福，我真系后悔，答应听唔转来。秋莲阿珍讲秋莲，我爱啲两位老人家安乐嘅。一旦辛辛苦苦、上上锵锵赚钱，本爱读大学，上师上用本爱去到美国留学，掠下喊爱挑下一两位老人家，爱实在做唔到，那系做唔嘅意思，爱会对不起。爱自家嘅良心，秋莲，请唔原谅。秋莲就讲唔得责任，唔会记忆实前本一定用手好嘅嘛，何必吃到穷下咯？
阿珍讲啊，钱不能使一定快乐，一定是要爱转来同一定穷下吃，穷下待，一家人可以互相照顾。总讲一句，一定常常有一个来嘅嘢，唔准是一碗嘢唔准是用嘅咯。小莲讲，唔可以接一定去美国吃啦，但是唔偏偏爱转来，到底唔系爱爱，也系爱一个家咯。阿珍讲，太太，有两位老人家在美国咧生活，唔关，唔莫为难爱好嘛，唔莫为难爱好嘛。小莲就讲，好啦，爱莫为难。从夜下开始，水彩唔用伴奏，同爱无关系。阿珍讲，唔用按唔讲理咯，按钱咯，一个地方有乜嘅唔好咯。唔爱穷样都系台湾出世嘅，虽然状态嘅以后，当然也爱留在台湾啦。小莲就讲啊，好。倘按来讲，我也无法认输。至于我东西，丈夫我会送过来，尽量去做也让我有好子。我哋呢关系就到夜里为止，我哋嘅关系就到夜里为止。好来，再看下一些。第60，澎湃，秋莲同阿珍打拗口谈判无好势，无好势之下，离开嘅阿珍嘅家中，气泡泡到保护嘅一拿，就非常爱家去嘅。阿珍呢，阿爸、阿妹，弟弟咧也新婚夫妻变严家，三得来嘅许多委屈，以心中嘅活着，也咪就讲，阿珍，我同嘅阿爸。开到许多安泰嘅委屈，活着啊！有父亲就讲哦，都系怪我等嘅活卡穷苦，那系无安呢，就唔会发生呢款嘅事情。啊，真就讲阿爸阿妹。也做唔得怪人两位老人家嘅主意，就先结婚。第二点係貪腐欺騙，我先講貪腐欺騙，莫難講，反正總有辦法嚟解決咧。阿妹設置留來嘅心球示範，心球前不然就唔出聲，轉身入間房間度裡，將房間嘅東西跳到菜地內下，阿真是冇辦晚飯，也冇食到伊最愛食嘅豬野味炒麻油，糖到家嘅在房間度裡發脾氣，入到房間度，阿珍就講啊，秋蓮，
就咧，我哋在美國講好嘅，佢轉來係咧，樣板現下唔有發脾氣嘅咯，有些東西唔歡喜，以後買個新嘅就好嘅嘛。就連講啊，一開始我就反對轉來係咧。係唔要求我嘅，我能為勉強答應。當初我冇講，唔卡安苦，人氣冇，變相冇，天使也冇，也個有卡，親像人家嘅教導一樣。真講啊，我哋，也咪轉來委屈我。慢慢呢，唔會適應一個環境呢。一旦兩位老人家改水貨，慢慢呢，唔會發現一個家庭係可以幸福嘅。就連就講啊，幸福，我真係後悔，答應聽唔準啦。真就講啊，就連。唔愛啲兩位老人家安樂嘅，一旦辛辛苦苦、生生強強賺錢，本來讀大學，生死上用本來去美國留學，兩下喊我跳下，有兩位老人家，我實在做唔到，那係這樣嘅一件意思。我會對不起我自家嘅良心，就連，請唔原諒，就連講，昨日唔會記憶事情，本一定用出好嘅嘛。真就都講啊，錢不能使一定快樂。一定是要我轉來同一定窮下大，一家人可以互相照顧。總講一句，一定請有一個來嘢，就連就講，唔可以接一定去美國去啦，但係唔偏偏愛轉來。到底唔係愛愛，也係愛一個家咯。真係講啊，太太，有兩位老人家在美國嘅生活，唔好為難愛好冇，唔好為難愛好嘛。就連就講好啦，我唔好為難，從夜下開始。水彩唔用辦咗，同我冇關係。真講啊，唔用按唔講理，按錢按數氣咯。一個地方有乜嘅唔好咯。我同樣都係台灣出世嘅，10年狀態嘅，以後當然也會留在台灣啦。就連，聽安尼講，我也冇發願書，至於唔嘅東西，丈夫我會送過來，盡量去做爺娘嘅有好子。我哋嘅關係就到這裡為止，我哋嘅關係就到這裡為止。好啦，再看下一節。一個戲中人一樣一個方法。阿珍心度裡想，就連在美國從頭到尾都係真少發脾氣嘅，想到轉來台灣來就鬧情緒，阿爸啲那嘅心情。
當日食飽酒以後，爺爸就同阿珍窮下坐下來講，父親就講我阿珍，公婆人家係喪事，從頭到愛藏米貨，唔係帶秋蓮轉來。阿珍就講阿爸，好，母親講啊，老誒，有個事啊，唔就講本阿珍知。爺爸就講啊，來阿珍愛同講，就是愛哋這裡在過去一時，大路邊有係鬧起黃金地段的地方，有500平，係愛哋嘅，有人出價1平15萬元，嗰時節3得買。愛留年，將來愛本嘅，愛看就將一個地皮好好嘅去利用，去規劃，去發揮。阿珍講阿爸，愛樣唔是聽講過咯，愛哋在陽門鬧起還有一塊500平嘅土地咯，母親講唔係美國研究，愛同我阿爸商思商用，存下一些錢來買土地。2年前地主講啊，愛移民到歐洲去，就便宜俗嘅。半買半送本愛人嘅，父親講，內地大路一開，地價就飆起來，現下當到大老闆，隔意看一塊地皮，阿珍，原來愛人係大財主。還係啦，在一個愛毛了嘅哦，愛毛了無過。父親就講啊，愛同我阿爸阿妹想，簽字還帶得就好誒，就愛等留學轉來，人來處理呀。阿珍就講。既然愛哋有合法的地皮，愛又係企業管理學有專長，加上秋蓮也有商業生意嘅頭腦，愛一下就來去帶秋蓮轉來計劃。母親就講：好，真好。咁我就急去轉。阿珍就講好，後來就看下一頁一個第8頁，許種人一樣一個澎湃，秋蓮愛家係好人人家，係一位好人人家嘅妹，此一家戀愛認識阿珍。在美國公證結婚呢，看到阿珍屋企很窮苦嘅環境，唔慣窮苦人家嘅生活，就偷走在外家幾年。佢本人咧，秋蓮嘅阿妹感覺到奇怪，冇嘢結離婚。細郎養母窮下轉來咯，爺咪就講秋蓮，唔講阿珍無限，喺2年以後人回來，見家已經廿個月，我一生氣，讓還冇看到人來咯。秋蓮就講啊，
爱唔知哦，爱唔知哦。伊个爷们就讲，秋莲，既然唔系人的心求的，那又怎爱甲迄研究的呢？秋莲就讲，爱心情唔好，莫同爱问安多，好嘛？爷们就讲啊，爱迄关心，莫嫌阿妹啰嗦，爱怪就是爱怪爱含世将种坏的，爱骂嘅卖骂嘅，更加做人嘅抚养，做人嘅心求嘅，不必含迄做什么嘢时间。将来还爱做人家嘅爷娘呢？秋莲讲爱，讲唔出话。爷们就讲啊，迄咩有乜嘅委屈，有乜嘅困难点喏？秋莲就讲啊，一定家庭系安穷苦，但系难无嘅，像人家嘅交代位一样。爷们就讲哦。原来嫌伊无卡穷苦，所以能走转来嘅哦。哎哟，秋莲，以前表过，按欢喜按爱，又嫌伊按风流，也下加到孝顺老实咧，又嫌伊真系冇办法，对冇办法。实际上，我感觉到阿珍生来个有福相，生来个有福相哦。人讲寒门出孝子，阿珍也一种表现，实在冇人差。秋莲就讲啊。佢就是爱出家先呢，根本人认为阿子是亡恋，有口难言，妈妈就讲啊，是人，你下唔冇话讲嘅吼。秋莲讲妈妈，哦，妈妈就讲啊，下就是不对，人家老师有善忘。阿珍唔会嫖，唔会赌，也就是本钱啊。秋莲讲，我就是中意有一点，所以在美国可以到什么嘅注意，将本人抢走，难为自家注意，加本意嘅。好，再看到下一。T90旁拍嘅部分，秋莲就讲啊，妈妈，你下不对，人家老师有善忘，阿珍唔会嫖，又唔会赌，也就会本钱啦。秋莲讲啊，我就是中意到一点，所以在美国嗰度什么嘢注意。将本人抢走，难为自家注意加本意，有咩讲？唔做事情欠考虑，唔做事情欠考虑啦。冇才叫唔读按读书，虽然妈妈冇读书，冇读乜嘅书，但系爱做事唔会以事用事。以前我家本廿把事，哪怕有咩系穷苦人家嘅来嘅，家来嘅时间三餐冇用，一定过年过节能有好食，有咩大家庭，那有像闲下按自由，家到冇。就真
走进我家来，甲迄以前像安尼做，像安尼做，我本家君家娘大死哦，爱还毋免天然廿八，天数没水过，慢慢的存钱，做中盘以后再做大生意，生意无按好过。年天人，有人入來喲，我講，又咪咧講買嘢啦，秋天唔去喊歐巴桑開門，歐巴桑就去市場行嘅，嗌來開買嘢啦，真係個秋天，起嗌啦，秋天就講入來。媽媽就講買嘢來呀喏，就講媽媽嗌啦，一個曹明路就講阿珍坐下啦，兩百兩公婆人家係嘛，就講唔咩啦，媽，係秋天美國轉來一下。唔適應，愛講話過太長，所以心情唔好啦。媽媽，你就講阿珍，唔是自家受委屈，愛頭多同秋蓮講幾多話，等歐巴桑買菜轉來。做好18做窮下帶秋蓮會轉去，秋蓮就講媽媽，我在業務卡過到清關呢，也咪就講太守之嘅想法，當然關咯，就講媽媽，我見本日來，一方面將秋蓮轉去。另外一方面係報告好消息，但可以同秋蓮商量計劃。秋蓮就講乜嘅好消息，看按回去，好，再看下一節第10節。一個旁白，阿珍就講媽媽，我見本日來。一方面將秋蓮轉去，另外一方面係報告好消息，但可以同秋蓮商量計劃。秋蓮乜嘅好消息？看按回去真就講阿爸在2年前在陽門買一塊500平嘅土地。講愛交本愛來處理，一個媽媽就講，係咩有一條大路邊，介是個老熱的，幾塊土地地平係嘛？秋蓮就講媽媽，唔用地咯，真講係啊，就係幾塊，曹明樂就講用位唔掂咯，去年呢，商務專門介紹土地嘅中人講一塊土地，講多件，就是帶28去，講多件，也講多件，係唔錢賺來，也下在鬧熱地區有500平嘅蔬菜。就只有一塊地嘅，原來親家就係地主真係面前有貨不求，走到南海拜觀音，真觀音的，係愛去美國慢慢長進啦，
众人又唔讲清楚天主系乜人。秋莲讲：佢阿爸點呢一睇盡，又咪個秋蓮，唔看，我就是講阿真係有福氣嘅人啦，有福氣嘅人咯。秋蓮講：媽媽，爸爸係將來時，和爸爸搶建築師設計10樓以上嘅辦公大樓。媽媽就講：我哋不但愛搶設計師建築搭，還愛搶讓爸爸投資出馬。秋蓮就講：媽媽，你真聰明哦，讓俺哋啊！阿珍就講：秋蓮，嘅要求唔會太過分下。呀，媽媽就講：冇辦法，萬人喊佢搶中一個冇嘢嘢，也搶有一個係西郎，半分西郎，半分子，騙人都愛天數。我講自家嘅西郎，阿珍就講啊，多謝媽媽。多謝媽媽，一個媽媽講，唔過唔兩公婆愛答應我一個條件。秋蓮就講：媽媽，我會講條件咯。啊，真講媽媽，唔講嘅乜嘅條件咯。也聰明了就講啊。明年中一個來嘅，也係乜嘢都好，本愛做阿婆看。秋蓮講啊，媽媽，請過去碰碰。秋蓮阿珍18歲離開外家在屋企，同家幹家娘。非是的，阿珍有創業路嘅投資之下，幾年後商業大樓、辦公大樓，建立相當好。秋蓮也叫我一齊來，有家幹家娘通識圖書呢。秋蓮阿珍代表做事情，做事業。生活豐足豐裕，家幹家娘將秋蓮當作係自家嘅妹一樣。秋蓮也相當孝順家幹家娘，從此以後一家人過能幸福美滿快樂嘅日子。以上故事文章寫到嘅這個哈，其中有講冇清楚嘅素材，可以看本文嘅注解，同時欣賞客家歌曲、河洛歌曲、國語歌曲，一共有30條，哈，嚟做一個互相嘅比較，了解客家歌同河洛歌、華語歌有乜嘅不同嘅優點嘅所在，大家共同來求進步。以上感謝，希望大家感謝。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